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12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市会第3届地人厝登记会12月1号都结束，不过因为这预算甲店户款拢也未审完，所以6号召开田委会，确定第3届地质处理事会将对12月13号到22号。台南市政府111年岁出预算，因为议会登记会连一审查还未审完。议会下午召开听事委员会，确定第3届地质处的临时会议事日程表。原本排定12月13到22来召开。民进党籍的议员李宗翰因为担心税出预算还是审未完，建议会用加开到12月底。不过国民党甲无党籍的委员则是有无同的意见。大概用非常认真跟拍拼，所以我们也是担心说会不会到时候到22号还是没有办法审议完成。那如果是不是有2种方案，一就是再延长临时会的时间，那如果这个方案不可行，是不是我们在12月13到22这段期间，可能是否再麻烦议长召开一个程序委员会，我们是不是能在12月23号之后继续再加开临时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的预算可以在今年度得以审完。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22号之后，我们如果我们要审完的话，那在各党团再讨论，而不用现在先讨论，因为各党团因为应该都还没有那个讨论说，就是圣诞节到跨年这一段时间，那个大家的行程表。那希望就是可以的话，那就是各党团回去跟那个所有的人讨论之后，我们再讨论这个开会的时间。开始审的时候，看尾这几日，大家有共识无啊？10月2日也袂使，咱到尾甲个讨论到要演啦吼，照议长的排议程，大家真正讲话有心，要来审议程，足早来开，哦，安尼有共识，大家用心要来开，安尼过来演无紧啊。到时阵讲，拢11点到要来开，安尼为什么要演呢？因为上我们就确定的就是12月14号联席审查的电部案，如果审查就继续审。110年度的总预算哦，那15号也一样。那22号呢，早上如果开会完的话，下午就继续，如果没有审完啦，那继续审110年度的预算。那至于23号是不是还再加开临时会去继续审预算？那我希望各政党呢，党团回去商量一下，在13号我们再讨论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在大会上宣布。因为连续审查总预算加附属单位的预算案。议程必须要半数的议员出席，最后听事委员会共识，就是看连续审查的进度。如果真正审未完，才过来加开。不过连审的期间，各政党也是要动员来开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宣传4项公投无同意案，立委陈天辉对下营上地庙开始徛铁马，走遍37区，直接甲选民面对面。4号伫安平举办大型的说明会，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到场宣讲，场面相当的热烈。立法委员陈天辉4日伫安平区举办大型的公投说明会，伊也邀请宣传公投所组成的铁马队成员，做伙上台向乡亲展现行动力。这个不同意，台湾不同意。1个礼拜我号召他们说，无咱做伙来徛咁好，但拢无蹲地哦，拢无蹲地。大家为台湾就是要拼到底，大家为台湾这个土地，就感觉讲咱就是爱徛出来，互咱每一个人，互每一个乡亲看到咱的坚持。这场活动的上高潮，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场开讲，伊对着公投的内容先作说明。在国民党当时硬要起，55年到尾创袂落，封存嘛是国民党嘛会救，安尼55年浪费3000亿。一度电都无法着，即摆封存7年，讲要重启马英九核电232公顷，总要甲推起来。蔡英文讲无咯，早家恁甲保护好，这拢甲留咧，敢若用国民党已经吞这两地23公顷，不然
国民党嘛叫要进口来苗，咱嘛反对呢。当时党主席就是我，当时联合国伫2012年7月初5发表讲联合国标准安全，我伫过长讲7月7日，马上讲好，有联合国标准啊，咱就参考国际标准，已经在开票，还在排队等投票，唔通咧舞啊啦！前回舞一段乱一回啊，过一摆就驾驶啊，知影分落开啊。是的，不同意，台湾更有利。民进党公投说明列车开进台南，为了让民众了解公投的内容以及投票重点，立法委员陈廷辉服务处也特别设计游戏以及模拟投票，来让现场乡亲加深印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针对4项公投无同意案，立委陈廷辉5号骑铁马来到新市北基店宣传，会中甲议员陈碧玉、陈秋萍等济支持者共同宣传，乡亲参与相当踊跃。12月18日特别公投啊，立委陈廷辉自顶个月就开始展开铁马宣传活动，这次来到新市区福寿巷北基店宣传，议员陈碧玉以及陈秋萍也拢出席赞声。庙方也特别用千岁团车鼓灯来迎接，表达支持。因为吼，因发动的天嘛，所以今天来到新市，温新市社区公民老会吼的千岁团特别来助阵啊吼，希望就是来鼓励，我咱台湾吼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利吼，台湾走出去吼，这个公投让我们能够顺利过关啦吼。除了骑铁马宣传的方式，立委陈廷辉服务处也推出通讯软体模拟投票，要来加深民众去投票要安怎投的印象。其实我们在地方接到最大的声音是我是要拿投票，我要怎么投票啊因为大家投人都很习惯，知道赶快看到名字、看到号码就知道。但是我们的这一次公投票是没有号码的，它只有就是同意跟不同意。那大家就会很焦虑说，那是不是会像2018年一样，大家拿了一堆的公投票不知道怎么投，然后就是一次把它投下去，结果都是无效票。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跟几位议员，然后一起有用了一个叫这个模拟公投的部分这个模拟公投就是加入到我们的一个公赖的群组当中我们就会开始按我开始投票，这个就是公投模拟投票，然后他就会慢慢的跟你说你要再投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票第一个就是17题，因为前面公投票我们已经都有了，然后所以它就是第17题，就是按了不同意。另外，针对台独机关枪李伯章伫 PTT 发文企图为林炳书的案件洗白，引起外界争议。由于李伯章过去曾经伫咧市议员陈怡丁服务处任职过，也予伊被质疑。陈廷辉表示，家己甲王军攻击事件无关，呼吁有心人士爱停止不实指控，强调家己是王军的受害者，且检调一概查核清楚。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所主办的第21届理小优质节目5000奖颁奖典礼，今年总共54个节目参赛，有14个节目得到5粒星推荐。最后由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夺下年度最佳理小节目奖。其中，这个推动媒体所用的中嘉集团，嘛连续3档赞助颁奖活动，鼓励制作出更较侪优质的节目。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第21届国人自制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5星奖颁奖典礼，今年在54个参赛节目的激烈竞争下，由客家电视台女孩上场拿下年度最佳儿少节目奖。制作团队开心上台领奖，也向观众朋友推荐这部优质儿少节目。那在做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其中有一位演员，他现在也是球员，叫邱凯欣。他说，我问他，你看这部片，你会想怎么样跟人家推荐这部片？他说，我希望全台湾的爸爸妈妈们能够看这部片，你就会知道，
你的小孩为什么那么喜欢打篮球？我觉得喜欢打篮球就跟所有的艺术创作的青少年为什么那么喜欢？因为在那个氛围，在那个状态下，他可以忘记所有他应该要烦恼的，然后所有的误会或他跟所有同学之间的纠葛，或许都会在那一刻就化解开来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们很自由，在那时候他们勇敢，也是因为篮球，他们因为可以相聚在一起，因为篮球他们可以什么都不怕。主办单位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指出，今年的参赛节目各具特色，尤其是公共媒体表现亮眼。儿少发声奖由原住民族电视台库娃娃获得，客家电视台巷弄里的极光片语获得中嘉数位企业特别奖，公共电视匠心匠心则夺得2大奖，儿少社会参与奖及儿少评审团奖的殊荣。此外，今年也新增了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与最佳观众票选奖，共颁发了7项大奖，提供高达27万总奖金。今年的作品数值都非常的高，然后今年我们有儿少评审团也是扩大办理，所以儿童青少年不只是观众，他也可以参与这个主动的评审的过程，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好的节目。16到18岁的这个节目呢，表现得最为杰出哈，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地方。那尤其是以剧情片跟纪录片表现最为亮眼哈。那我觉得在我们评审能够引起我们评审的眼前一亮，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有没有儿少的参与啊。关心儿少视听传播环境的中嘉集团连续3年赞助支持这项儿少节目5星奖颁奖活动，5星奖也在中嘉的支持下增设中嘉企业特别奖，今年度由客家电视台巷弄里的极光片语获奖。中嘉集团陈协和副总亲自到场颁奖，鼓励本土优质节目制作，为儿少媒体教育尽一份心力。中嘉非常荣幸能够连续第3年来赞助媒观所推动的这个儿少优质节目的评选奖项那主要是作为这个国内有线电视的这个龙头我们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节目的优质节目的一个提升那特别是我们也希望透过儿少来观看这些优质节目的同时，能够同时提升这些观众儿少的这个观众们能够有独立的一个意识来判断说这些节目的这个优良以及能够提升他们的媒体素养。媒观董事长罗世宏也感谢中嘉集团积极参与并支持儿少5星奖活动，让各界更关注儿少的传播权。媒观表示，下届也将以多元族群融合为年度主题，期盼有更多的儿少优质节目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先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台南大安东百货圣诞公益点灯活动4号暗时登场，包括市长黄伟哲、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总监宽平、商务车总经理等各界贵宾拢共同参与。会中百货嘛捐赠360箱运动鞋，互偏向儿童，再互因满满温暖甲祝福。台南大湾北圣诞公益点灯活动举办迈入第13档，在远东集团徐旭东董事长的带领之下，早予真侪偏乡囡仔关怀甲温暖。今年的点灯活动也伫咧4日暗时登场，活动邀请到市长黄伟哲、副市长赵清惠、新闻处长苏恩恩、观光旅游局长郭珍惠、友善电视总经理许文奎、9.1外勤记者协会理事长罗启俊等贵宾共同出席这场盛会。每一次到这个时候，总的要表达一下，很喜欢大家去买东西，但是更喜欢大家拥抱你的爱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来表达
圣诞节到了，我们展示我们的爱，好不好？好。我们今年已经是第13年，那每次远东集团在董事长的带领下，都带给我们许多偏乡的孩子，还有许多我们农民，还有许多我们地方的这个青农，年轻的农民，一个把他们的产品展示出来的舞台，这是非常谢谢。台南大碗爸分享爱圣诞公益活动，让人欢喜的是，这个活动也在今年得到亚洲企业商会颁发社会公益发展奖的荣誉肯定。今年2021，这个活动得到了亚洲企业商会颁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公益发展奖。这个奖项对原百是非常大的一种肯定。2022原百爱分享圣诞点灯公益活动，今年有咱市9间国小的偏乡学童，总共150位学生做伙参加。活动为早时到美术馆参观，以及伫餐厅享用大餐，最后欣赏美丽又够温馨的点灯，让这场圣诞点灯活动更加让人难忘。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市中队6号、7号分时段伫新营顶5区的专人福利中心，以及台南火车头以及台南文化中心来开设注莫德纳疫苗的据点，欢迎符合18岁以上要注第1剂莫德纳疫苗的民众，而且无需要预约，随到随注，而且完成注射也可当领出礼品，及详细注射资格加时间地点，会当向市府卫生局来查询。近年来，因为全球暖化、气候变迁造成大规模的灾害，拢毋是单一形态，而是复合式的复杂。对此，长期推动环保的资助基金会，其中台南资助适合2021年核选行政院水土保持区学校的推广示范基地，4号6日举办启用典礼。留给我们的孩子一条清澈的河流。台南自治国小积极在校园当中推动水土保持的观念，这次甲环境教育水保局合作，在校内空间建立水保示范基地展馆，规划出4大空间来主题，并运用行动趣味的 AR 科技。应用解说以及丰富图文，和环境保护的观念，会当自细汉就扎根。这么好的空间，然后里头布置的非常棒，尤其刚刚也就在聊，真的现在一些像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以前都只有画册读册啦，只有看书本，哪里能够这样实际互动？结果现在的小学生真的很幸福。你看，有很多的比较科技的，还有一些书本还有游戏的，真的是一应俱全。为了扩大民众对着水保观念认识，自治国小也开放水保示范基地，欢迎社区以及其他学校申请参观。我们希望这个基地未来就是提供我们至少我们台南区的所有的学校都愿意进来这边来。整个走一走、看一看、操作一下，实际运作。那我们社区的我们的民众，我们2个里长呢也在这边要办活动，你给他看一下这个好，下次来办闯关也可以进来过来哈。台南自治学校毋茫透过水土保持示范基地启用，让更多学生、民众认识水土保持的重要，将环保意识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因为上好的防灾，就是将环境保护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市商局结合网络通讯的科技，伫30台主要的消防车顶建立救灾现场远端的资讯系统，也是当灾害发现的时，这项系统会当甲消防指挥中心同步，接着远端操控飞团现场影像，和指挥中心会当伫第一时间来掌握灾情。台市商局开400万伫消防车顶安装救灾现场远端资讯系统，6号上午正式启用。2、1，请揭牌，掌声鼓励一下，谢谢。
好，我们。根据了解，过去的消防车顶建立监控的设备甲需求，部分关切消防机关拢有，不过会当将镜头结合升降系统调整到360度，而且镜头的倍数悬甲夜间拢有功能。台南已经做到连线全国，而且让指挥官用手机嘛当监看。那可以让我们的包括我本人，还有我们每天的指挥督导官。还有现场的指挥官呢，都能够及时掌控灾害现场的情况，那么也可以节省我们第一线的人力呢，在现场的不用再有专人来做这一个监控拍摄的动作那本人的手机是开放，我随时都可以来监看这一个整个这个系统的状况。其中每天上午都要亲自主持启用仪式，并且在现场体验该系统的操控加监看。其中肯定消防局用上少经费建立台湾唯一也是上好的救灾监控系统，而且得到专利权。消防局用一个非常便宜的经费，非常少的经费，而且获得了专利权，能够保护他们自己的智慧财产权的方式，那建制了全台湾第一而且是唯一最好的这个远端监控系统。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不但可以在现场不必再多留一个消防员来这个做拍摄火灾现场的动作、灾难现场的动作而且是可以由远端在局内的决策室里面的长官就可以遥控这个火灾现场的这个监视仪可以做火灾现场的状况的了解，而且能够有利于做出决策。台南新闻军级采访报道。为了是敬老爱脑力量，华山基金会6号伫东区复兴里活动中心举办百岁临水庆生，活动邀请昆山科技大学学生为临水来西装打扮，穿上少年时阿嬷上爱古典长裙，水当当来过生日。欢喜无？现在我现在水啊，足水啊吼！系啊，爱水是女人的天性，不管你几岁拢同款。两位昆山科大时尚顶的学生，当咧为百岁零岁小阿嬷化妆打扮，就是要互伊水水来过生日。看到阿嬷欢喜的表情，也互两位大学生欢喜又够感动。很开心，就是可以来服务长辈们这样，然后帮他庆生，然后阿嬷开心的话，我们也很开心。很少能参与这种活动，然后又是跟他们一起，就帮阿嬷装扮，因为她100岁了，很不容易。为了让这场庆生活动更加热烈，华山基金会嘛邀请到真侪贵宾来陪伴阿嬷。在现场，咱会当看到东区区长颜灵通、市员林义莹、当地里长以及真侪爱心人士，拢斗阵为小阿嬷唱生日歌，场面温馨。华山基金会在这疫情期间还是不断的服务长辈。那我们在全台已经服务了近3万人长辈。那我们在年节的时候举办这个爱老人爱团圆，已经第19届了。邀请您一起来，让我们跟我们一起陪老人、爱老人。那1250是我们常年的服务经费。那我们一起来。爱老加1，那陪他笑，伴他老。小阿嬷只是华山基金会伫全台照顾将近3万位长辈其中一位。基金会也欢迎认同因理念的朋友，会当向各地华山爱心天使站联络。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6号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